重量級嘅嘉賓，香港專科居民醫生咧嚟咗現場支持我哋。當時醫院管理局咧就接受咗我係其中一個第一個提出嚟啦，就叫腦間，利用咗呢一個改名咧，令到廣大嘅市民咧更加知道點樣可以幫助同埋接納有腦間嘅朋友。咁希望大家喺呢段時間裏邊咧，就享受維港美景，享受船上嘅活動同埋美食嘅。透過普及嘅推廣教育，希望身邊嘅多啲人都知道關於腦間係啦，呢一個病可以點處理啊，亦都解除大家嘅一啲焦慮啊、歧視啊咁樣咯。其實新藥物冇太多副作用啦，藥物同藥物之間冇咁多相衝啦，咁所以都有佢嘅功效喺度。啱啦。請支持國際腦癇日2025。